观众朋友大好，欢迎收看12月23公司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来看，统一促进党不分区立委候选人何建华，从检举交代已经摕到咱国身份证、有投票权的中国籍太太去厦门旅游，违反选罢法。检调当时直接到松山机场去等人哦，约谈17人，包括无对出国的何建华。经过透明的证实，何建华唔免报警，已经放放出来了。 有觉得自己被冤枉吗？我当然被冤枉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无缘无故的。只是我是统促党，这次代表统促党出来参选，所以呢，他们说我废选，我废选了谁啊？我好希望有人给我钱啊，知道吗？我真的好希望有人给我钱，但是我就是没有。 23报名向以上北检，通缉党不分区立委候选人何建华面对媒体讲家己是向冤枉的，因为向检举敢若是用中华妇女联合会名义，招待16个为中国寄来台湾的人去厦门旅游。我没去啊，只是姐妹们在这边很辛苦了，让你们出去散散心而已啊。你付钱的吗？没有啊，自己付钱啊。好，他们都是自己付钱去玩的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觉得这样是叫政治迫害？ 对于约谈的人的手机发现相关旅游费用由中国官员交代，有涉嫌违反选罢法嫌疑，先后裁定何建华20万交保，不过伊说以手机扣检调扣押为由，一直无办理交保手续，落尾时不报请回，嘛限制司机。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先来看《苹果日报》，台北市为今年的3月份开始，伫校园内设智慧贩卖机，原本明年232间市立学校拢要装哦，也毋过因为防质疑有泄露个人资料，影响学生健康的疑虑，所以台北市政府已经暂停这个计划。有的已经装好的国小嘛讲，因无要继续使用咯。 再来看《自由时报》，美国爱荷华大学研究发现，脂肪上过多会损害着智力，金马多会使预防老化，所以鼓励大家爱多多来运动。再来看《联合报》，5G 频谱这礼拜继续开放竞标，其中上受到注意的3.5吉加赫兹每单位已经飙到17.92亿，加上意大利、韩国跟澳洲哦，继续是全球第4关，预计今仔总标金会超过500亿。 再来看选举，甘那剩20天，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昨早起是去台中帮立委来徛台，嘛呼吁支持者一定爱徛出来投票。另外，副总统江建仁跟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嘛做伙伫双北来扫街拜票。蔡英文，蔡英文，蔡英文。支持者大声话动选，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再度来到中台湾拼选情。 离大选只剩20多天，再度来到台中，拿替党籍立委候选人尤佳世也继续抢攻拿下票仓。不能够说咱的选情稳定，我们就放轻松去，实在袂使啦。吼，咱的选举，台湾的选举，民主社会的选举，都会持续有变数。吼，那也有很多人想来影响我们这一次的选举，我们要下定决心。 蔡总统强调，家己的选情虽然相对稳定，也是唔敢疏忽，爱支持者确实投票，继续拼中台湾选情。即摆包括台南市长黄伟哲、汤市长陈文灿两大直辖市长，搁较伫中台湾合体拼国会过半。公告21号的停函罢韩大游行，两个人肯定典系民主素养，也毋过对选情敢有进一步影响，两个人拢有家己的看法。包括他拒绝去承认民调的有效性，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阶段。 选民心中已经有一把尺了。罢韩是主动的，是不经政党动员的；那挺韩却是特定阵营的动员。所以我觉得其实数字是一回事。副手赖清德是甲蔡英文早起分别伫新店区车队大扫街，全力抢攻18票源，维安大定势，唔敢凊彩，需要甲现任副总统陈建仁合体，相互抢攻双北支持，也要为党籍立委参选人纠关角色。双北在地理位置上不仅仅是在台湾头。 人口也最重要，在过去台湾的发展史上，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对双北这个大票仓，赖清德拜托个拜托，拼选情，搁较会保住国会过半优势。目前连赢评估选情稳定，也毋过最后的关头也是有变数，北中拢有输袂起的压力。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昨伫双北市连走在行程，针对昨个罢韩游行伊是表示伊市长才打开始做2个月时阵，就有人讲要罢免伊这根本就是政治操作。哇，听说早上发炉了哈！韩国瑜到迪化街下海社红庙拜拜，讲香炉发来好格调，支持者拢拍婆啊！韩国瑜22号过回访双北大票仓，规工走10个行程，为党籍立委候选人徛台。第一站选择为竞选北部执行长孙大千徛台，到下海社红庙拜拜。韩国瑜致辞时强调，古早做官进前一定爱先拜社红爷，伊来拜拜，就是希望未来台湾的民主政治能够较清廉。我们也期待未来台湾民主政治能够更亲密、更清廉、更能够贴近我们基层人民的需要。对21共是50万人参加的罢韩游行，罢韩民众也光复高雄的长布条啊，被考测是台湾民主史上上大一地，也修补引起讨论。韩国瑜批评布条下卡无人，罢韩团体使用强奸法，制造假象是政治操作。事实上，从我今年过完春节之后当市长还不到2个月，就开始酝酿罢韩。这个不是政治操作，什么才是政治操作？我们开玩笑讲，这个布里面是不是有48万人躲在下面，2万人在街头？以支持韩国瑜游行为例，强调参加的人拢是自发性到场，也佫批评罢韩人数名单中竟然外国人，讲罢韩团体有够悍，完全是为了政治斗争来抹黑，完全看不出正当性。希望支持者唔通被误导。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宋楚瑜甲郭文德昨嘛伫中部帮立委徛台，要来拼政党票，将对民进党杀反渗透法要拼12月3日3读。宋楚瑜是呼吁蔡政府唔通冲了上过紧。郭文德是认为立法的目的伊支持，也毋过伊嘛认为讲应该爱互各界有愈较侪讨论。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到苗栗出席宗教活动，伫随时阵特别讲到，高雄的罢韩停韩游行无造成暴力对峙，比较之下展现台湾民主成熟经验。也毋过对民进党推动反渗透法，希望伫12月31拼3读过关。宋楚瑜呼吁蔡政府唔通搏冲。在新民意即将出来之前，不要任何在这边单独的去爆冲。爆冲的结果，后果非常的让我们忧虑，所以我再一次的呼吁，蔡总统和民进党要好好的，也知所节制。宋楚瑜认为，法案向公上路会影响政府的威信，也会将一寡无罪的乡亲随便抵上红帽仔，唔通为了选举贪一时的冲动。台北市长郭文德到台中替立委候选人辅选时，也被问到反渗透法，表示家己支持立法，只是需要经过充分讨论，却被打上反对标签。但我说这个立法要把这个内容讲清楚。我看到有些媒体或是1450就直接写柯文哲反对反渗透法，这个就是典型的贴标签，你知道吗？然后希望典型的贴标签来解决政治问题，我觉得这很不可取的。选战最后时刻，民众党甲亲民党拢要冲刺政党票。国民党台中高雄走透透辅选，亲民党是展开电动机车环岛造势，搁较有过将会伫造势期间安排宋楚瑜甲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涉事合体有关详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天气今仔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东半部跟大台北东边会落东北雨，桃园以南是侪云好天的天气。来看上新的温度，今仔透早各地拢下凉冷里时北台湾大约是20度到23度，中南部地区会到27度到30度，你个的温差也是真大，所以要特别注意。今仔东半部跟大台北东边会落东北雨，桃园的云会较侪，甚至以南的地区拢是侪云好天的天气。昨打形成的轻度风台把风预计一礼拜六礼拜水汽会开始影响到台湾，到时阵全台湾拢有可能会落雨，天气的变化较无稳定所以有出门计划的朋友都要特别注意天气的报道。
再来看屏东上古早百年教堂万金圣母圣殿哦，是真出名。也毋过最近伫太武乡的嘉平村哦，有一座由武大乡的神父杜永雄设计的法蒂玛圣母堂哦。这间教堂是甲欧洲的教堂甲原住民的特色斗做伙。伫10月中打完工哦，都有真侪游客专工来遮欣赏。圣母像换着原住民的传统服装。这段背景以马赛克玻璃说明天主教7件圣事，厝顶堆落来的8帕珠钉是以盛开的会所为主，搭配原住民琉璃珠，为伫屏东太武乡嘉平部落的法蒂玛圣母堂，融合欧洲教堂华丽风格，加在地原住民美学。10月中顺完工后，已经成为旅游景点。从哪边来啊？从高雄。高雄啊，今天是专程来看这个教堂。单纯的来欣赏那个，很多都来这边拍那个拍照，婚照啊，婚纱照啊，婚纱照对。毋那小来就像艺术殿堂，圣母堂外观也无青彩，木雕卡条甲大量的石板，一眼贴起来。原住民工艺处处展现，所有新建设计卡司来自屏东武大乡神父杜永雄。把旅游的概念跟教会去朝圣的概念结合在一起，所以我希望他们来到这里来。他愿意来看，我们很高兴，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说，不是他自己进去，我们还是有人要去解说这圣坛的意义，要不然他会变成大家在乱跑，也不知道在干嘛。杜永雄神父将士新一工作28年，陆续伫屏东武大、三地门、太武甲马家等原乡设计12间的教堂，其中一座也阁捌登上世界8大历史教堂。神父用自身生活环境的美学，结合西方的彩色，和传统特色也会当国际化。记者采访报道。12月份有一个真侪人拢真期待的圣诞节咯，来看外岛的妈祖，前2天就举办军民联欢的活动哦，是真热闹，民众嘛拢算甲真欢喜。政府办的歌舞表演，20日下晡，和妈祖设计变甲真热闹。陆军妈祖防卫指挥部技工守备大队，特别伫圣诞节正前的礼拜假日，举办军民联欢的活动。表演加上舞彩，和平常时真亲近小岛变个热闹，连乡长拢感觉真感谢。真的非常感谢，我这边再一次的要代表我们的举办商，再次感谢我们的大队长带领他的整个大队部的团队。舞蹈表演、唱歌、有戏剧演出，台顶的节目一个接一个，拢是国军兄弟辛苦排练的成果。就是希望会当互技工乡亲更加了解国军，万用军民一家的精神，替社区服务。最终小提进入军中，为国军效力，成为优质好青年。大家有老大人，嘛有小朋友，大家听到熟悉歌，可以斗阵拍节奏，和大家欢乐表演。无形中将国军甲乡亲距离变较远，提早斗阵过一个温暖又个欢喜的圣诞节。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看香港民众昨下晡伫中环声援中国新疆的维吾尔族人哦，伫下晡5点外，有示威者甲会场附近的五星池干到涂骹哦，结果就爆发警民冲突，警察甚至提警察来恐吓民众。示威者将一个警察踢倒，佮摕管仔卡架甲弹，向公警察摕伊个警管仔，再佮摕出枪指向民众。香港民众20日下晡3点半伫中环集会。相反，维吾尔族人权。暗过到下晡5点半，因为示威者将附近的5星旗摇落来，等伫涂骹，警察来抓人，引发民众不满，变作警民冲突。民众一直等物件向警察呛声，警察就用火药喷雾回击，甚至把牙签让民众混乱。其实这场声援维吾尔族人权集会原本场面和平，会场中会当看到英美甲中华民国国旗，佮有上阵新疆独立的旗仔。毛民众伫维吾尔族向压迫小鬼仔卡，是在提指控中国暴政的标记。现场个人伫涂骹喷今日新疆，明仔载香港。藏族人、維吾爾族人，佢哋經歷咗咁多年嘅壓迫，死咗好多人，集中營各樣嘢，比我哋香港今時今日經歷嘅更加惡劣。但係佢哋到今時今日仲能夠堅持落去，就係因為佢哋有佢哋嘅信仰。I think that basically we're all fighting against a totalitarian regime. And because of that, we find solidarity in the Uyghurs, with East Turkestan, and
and we don't want what is happening to them to happen here. 参加的民众表示，香港的人权状况越来越坏，烦恼有一天变做新疆，希望关注新疆人权和世界嘛关注香港。主办单位讲，这场集会差不多1000人参加。另外，法务部请陆委会对今年10月份台湾4名的男子涉嫌在香港抢劫了后走到台湾，就是台办的单独个案，向港府提出司法协助，20日强拒绝。港府表示，香港无法律允准港台司法协助，以及多款，佮批评台湾政府用政治超过法律，用唔是事实言论批评香港。对此，法务部表示，港府一直拒绝台港司法合作和司法正义不得实现，真危险。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古巴的相关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昨通过由现任的观光部长马雷罗做总理。这是1976年共产党的革命头人下死处了后，头一遍恢复总理这个职位。Según lo establecido en la Constitución de la República, me corresponde proponer a esta Asamblea la designación del primer ministro, que en este caso es el compañero Manuel Marrero Cruz. 现年56岁，过去12年来一手掌控古巴经济命脉、观光旅游产业的马雷罗，21被任命为总理，并且得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594位代表全体拍破通过。迄天的议程也公布新任副总理甲其他内阁成员的任命案。过去43年来，古巴政府无总理这职位，历届修订的新宪法以分权为理由，增设总理这职务，个人财务为总统分担执行加管理的政务。国家领导人依然是总统。新宪法坚持共党专政、承认外事的重要性，并且为中性婚姻来拍开大门。经济部长7月20号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行的报告，讲2019年经济成长率是0.5%，加进前预测的1.5%合格，而明年预测大是1%。川普政府对古巴施加的制裁措施，加上原本的盟友产业大国委内瑞拉自身难保。和古巴的燃油援助甲较早比是差真多，所以燃油、食物、药物甲一般的民生用品出现严重欠缺。只有讲为着有法度会使支付债务，2020年实施一系列的春节措施节省开销，亲像大幅减少农业甲其他产业的燃料分配，减少进口肥料甲动物饲料，减少使用电力，学校也个饭店爱用茶来行火。记者综合报道。这个拜六礼拜，欧美各地拢有过节的气氛哦。美联社民调嘛显示，大多数的美国人哦是用降温来形容年底的团圆假期，也毋过法国人就无遐尼好运咯。因为马克宏政府甲工会退休金改革超袂好势，大众运输公交通哦嘛是个袂顶袂当。巴黎几啊条地铁甲铁路交汇圣拉扎尔车站21出现真济拖行李、带着囡仔要回乡过节的旅客，毋过受到大罢工影响，法国国家铁路公司的高速列车只有平常时一半的数量营运。巴黎近半数地铁继续停驶，只有1号甲14号2条自动行驶的路线正常行运。En plus, les gens ils bousculent, ils deviennent agressifs, ils sont tous stressés quoi. RTL 广播电台17公布民调指，62%的受访者支持大罢工，同时也有69%的民众表示希望延有耶诞停战期。大部分人这成员19随着政府甲工会退休金改革谈判失败而破灭。不只是安尼，参加的8工会当中有5个表示要罢工到1月初9。那安尼会拍破1995年的纪录，成做史上上过罢工行动。美联社20发布的民调显示，10位美国人当中有7个以降温来形容年底团圆假，不过有3成到4成美国人感觉压力真大，也就是感觉真失去。You have the presents you got to get, dealing with family also, so. 有个家庭就连准备过节的食物拢变成问题。丹麦红十字会按算今年要准备1万2000份过节食物分送给需要家庭，创下新冠纪录。全球有名的英国坐标艺术家班克斯，伊伫西环玻璃园以色列占领区的青威饭店发表上新作品《玻璃园的伤痕》。玛利亚甲乔瑟夫伫马祖迎接耶稣诞生的情形，背景却是以色列隔离边顶悬一个一个被炸出的成型大坑，充满警示甲警示的意味。记者综合报道。
法国真出名的地标巴黎圣母院哦，今年4月15火烧，厝顶拢烧掉，因为甲未修理好，所以今年的平安弥撒要改到附近的教堂来举行。这嘛是巴黎圣母院216年来头一遍要伫圣母院内底做弥撒。靠因价围起来，巴黎圣母院到达各地进行修复甲重建工程。对今年4月份厝顶甲尖塔向烧起了后，各界是已经有差不多10亿欧元的捐款。不过，换24平安夜弥撒是愈来愈晚。巴黎圣母院宣布，决定今年无得举行。Alors la cathédrale, elle a 855 ans. C'est une vieille dame. Mais après la Révolution, eh bien, la cathédrale a toujours connu une messe, même pendant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这是巴黎圣母院216年来头一摆无得举行平安夜弥撒，会改到附近教堂举行。虽然这是互真侪人艰苦的消息，按个巴黎圣母院院长肖沃维想到大火向拍花了后，入去圣母院发现圣母上个的心情，替信徒带来希望。Elle a été épargnée. Elle aurait pu recevoir naturellement la voûte sur sa tête et être complètement écrasée. Eh bien, ça n'a pas été le cas. Donc pour moi, c'était vraiment la Vierge miraculée. Mais je pourrais dire aussi que c'est une Vierge miraculeuse, dans le sens où elle habitait beaucoup la cathédrale Notre-Dame. 伫火烧之前，巴黎圣母院平均每天拢有3万人参观。拄着大火，那游客无得参观，连唱诗班也去无共的教堂献唱。有团员认为，对人类角度来看，差不多6年的修复期可能真长。不过对已经855岁圣母院来讲，根本就是一段时间。记者综合报道。韩国的5G 建设是真紧哦，最近当地有电信业者嘛，甲国家消防局来合作，利用5G 来报案。警消接到电话，就使马上来看到现场的情形，先来做了解，嘛帮助救护人员伫救护车还未到之前，就使先来了解病人需要什么款的急救。拄到紧急状况，就要紧救人。若是有专业人员用线性经指导安怎做 CPR， 是毋是较袂紧张？用5G超高速网络，南韩即马已经做会到。팔꿈치는 쭉 피세요. 팔꿈치 쭉 피세요. 자, 더 세게 하세요. 세게. 하나, 둘, 셋, 넷, 다섯. 하나, 둘, 셋, 넷, 다섯. 南韩电信业者 KT 甲国家消防局合作，用5G 进行全国实时通话报案服务。5G 的速度比4G紧要10倍以上，民众当将数个画面真紧又个稳定的传互警消机关。警消卖当经过画面，更较精准的知影出代志地点，双方提供国际协助。In the past, we had to determine the patient's condition or the severity of the emergency only through a voice or sounds coming through the phone. But now with video streams through the 5G network, we can check for ourselves. Also, members of the public are nervous about delivering CPR, but we provide step-by-step instructions to ensure their procedures are correct. KT 嘛甲首尔 NC 大学附属病院合作，提供车设置5G 热点甲360度的镜头，车顶人员嘛用 AR 实景目镜，经过这设备叫车到病院进前，医护人员得当先掌握患者情形。We as doctors want to know as much about the patient as possible beforehand, so that we are ready to treat them swiftly upon their arrival. 5G can really help us with this. 南韩去年10月份，就伫6个地区启用5G 实时报案系统，经过1年外测试，这个月12日全国正式实施。首尔灾害应变中心指出，实时通话会让互心脏汹汹停落来患者存活率提悬50%。我这边看到对面的大楼，很像屋顶一直有一些烟冒出来。其实台湾2013年就推出实时报案 App， 保证服务已经延伸到119实时报案，一般用行动电话报案，受理机关该当用手机所在基地台去认定民众位置，无正确的范围较大。用实时报案 App 唔能当传送现场画面，警方咪当用 GPS 定位资讯，正确掌握报案的位置甲事故地点。不过实时品质因为通话时的网络状况有差别。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美国总统川普20签署2020国防授权法案，宣告太空军成做美国第六个军种哦。另外，嘛有甲台湾有关系法案内容，包括加强台美网络安全的合作，佮关心中国对台湾大选的干预等等哦。中国官方的媒体新华社是批评美国干涉中国的内政。美国总统川普签署2020国防授权法案 （NDAA）， 要编列7380亿美金的军事开销，投资美军，也正式宣布太空军正做独立军种。现任美国空军太空司令部司令雷蒙会正做头一位太空军的参谋长。Today also marks another landmark achievement as we officially inaugurate the newest branch of our military. This is a very big and important moment.It's called the Space Force. 另外 ，NDAA 也有多项甲台湾相关的内容，包含加强台美网络安全合作，也头一摆关切中共对台湾大选的干预，并且要求国家情报总监伫台湾选后45天提交报告。外交部甲总统府拢对此表达诚挚感谢。外交部诚挚的感谢美国的行政部门跟国会对于台湾安全承诺的一贯的支持。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指出。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发言人尤文德2日针对美国通过 NDAA 表示，美国这摆歪插中国立场，伫法案内底加入台湾、香港、新疆这多项内政，表达强烈不满甲反对。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件处理中州个建国科技大学洪野出讲有学术论文的题目，甲科系是完全无关系。即嘛传出讲国立海洋大学甲中华师范大学嘛有这款的情形。教育部是表示哦，论文甲系数的教学目标无关系，相当会使来停止招生做处分。像国家图书馆网站查询发现有部分国立海洋大学航运管理系的硕士论文题目，技术偏离专业领域，像美甲消费者人客中程度研究、新北市老街怀旧行销800基地区农会经营绩效、复合式电脑门市顾客关系管理探讨，也有受险业客户管理影响要素研究等。包含给所有的老师啊，要他们以后要注意这个论文的题目要跟他的系所的名称要相符。另外，国立中华师范大学会计系的硕士论文题目出现地理风水运用科学刊物探讨居住环境，也遭到教育团体质疑无符合系所专业。我们那个研究所的名字叫做 EMBA， 叫做企业高阶管理研究所。那个同学就是说，因为他本身从事跟这些有关的一个企业那他就是来做相关的一个议题。面对论文议论，海洋大学甲中师大拢做出解释，也毋过全国师校工会认为，各系所若果为了求生存，伫招生条件也是毕业要求上上松，可能会互高等教育学点化。配合学生的背景去写出偏离系所专业的论文，那这样的现象会造成一个学校的学电化或野鸡化的一个高教的乱象对此，教育部发声明表示，论文甲系所教学目标敢是有符合，除了会要求专家检视，也会执行学校审查敢有偏离专业领域的代志，以维护学生受教权益。若讲教学品质也是论文监督机制，确实有严重欠点，会进行这个系所停招、减招，也是扣减学校补助款等相关处罚。记者综合报道。伫劳动司法人权有指标性突破的劳动事件发落，明年10月初1上路。面对劳动的诉讼原则上应该爱先来调解，也毋过调解委员会敢有够人来应付这个案件，佫需要观察。为了保障劳工在劳资争议官司事件权益，号称劳动司法人权指标性突破的劳动事件法，明年元旦正式实施。该法明定，劳动官司原则上应该先调解，透过一位诚信法官甲2位调解委员所组成的调解委员会，伫调解庭事中就由劳动调解委员来辅助法官，加速调解达成率。也过根据统计，即阵全国一审劳动官司案件大约是4600外件，顶需要9200人次的调解委员。即阵有900外人接受训练，互外界质疑甲法官配合的调解委员能力是不是有够？我们目前全国的这个劳动庭的法官大概有170几个，第一个也没办法这个太多。
那再来就是说，日本他们这么大的国家，他们也不过就1000多个人。那我们在这个出估上认为这个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了。司法院表示，未来各法院拢会有家己的调解委员，有几啊位调解高手已经得到最高法院的欢迎，也有人会使看4间法院来调解，人数配额也算有够。英国民间团体认为，过去近8成的劳动官司案件拢集中伫6都，尤其是双北、台中甲高雄，更加是劳动争议案件上侪所在。是无法度用调配过，也需要观察。看起来剩下2个礼拜，有一些执法到底怎么做？地方的这个法院准备好了没？我觉得这部分可能是司法院要多做说明的。民间团体也讲，根据过去行政调解经验，劳资共识法案有当时也无一定符合法令。未来法官甲调解委员是否都会使合作无问题，拢值得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当代博物馆应该安怎来对着时代进步来做调整？文化部举办全国博物馆的论坛，希望博物馆会使来创造全民做伙享受的文化环境。文化部举办全国博物馆论坛，22号是最后一场。有议题召集人就建议，会当用D的概念进行议题等几个面向，予公众参与博物馆。像学校跟博物馆做一个管校合作，或者是像医疗单位跟博物馆一起合作，我们透过一些古老的物件可以刺激一些已经开始有失智的长者刺激他们的一个回忆。这个对于长照也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国内的博物馆人才培育，加可能出现短暂，也是各界关注的议题。说是不是有可能呢？我们部里面那可以协同，比如说几个学校，然后设置是所谓的专业博物馆专业的一个认证。好处是博物馆求职的时候，这会是一个必要的条件。非常认同，要来推动在职进修的体系跟机制啊。那么由文化部结合大学跟相关的馆所来设计不同职涯阶段的在职训练，国内外的专业的进修得到鼓励。文化部强调，未来将为政策法规计划有算定面向，建构支持博物馆事业发展的网络，协助博物馆强化知识体系，连接社会甲公众，创造予全民共享的文化环境。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要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今年云林北港建国高中的家长会提供的礼物是真特别哦。因用旧的校舍拆掉无路用的行路器门个窗啊，伫茶顶头来刻一寡鼓励话，做成客哦，要送予对学校有帮助的人，是一份真用心的礼物。摕粗纸，囡仔先甲茶帮撸好平，再搁甲倒起来，将做一个藏面纸的盒仔。盒仔外口还搁刻鼓励老师，还搁有学生的词，唔那水，搁实用。这个盒仔无咧卖，全部要摕来做家长会场的礼物，送予对学校有付出和贡献的人。通常往年其他家长会可能送的都是在外面可能简单的工艺品，那我们今天就是我们有学校的老师，然后还有学生。他们自己手工制作的面纸盒，虽然很简单，但是意义很大。简单的礼物内底拢是学生手工制作的心意。云林北港建国高中的学生，把旧的校舍拆落来的门框、窗仔门框整理过了后，做成一个面纸盒仔，搁片着行路器的芳开，也摸得到茶的好材质。参与这个木工很有趣，然后以后也要来制作送给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旧的校舍虽然即阵已经无伫咧啊，不过甲遮废弃的材料重新搁再利用，学校的老师和学生毋望收到礼物的人，会使感受到因对学校的用心，也和因做伙期待新的校舍起好的迄一天。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南投县溪池乡的农民咧种植使用真侪塑胶布棚哦，也毋过用刷乌白蛋破坏环境哦。南投溪池乡乡公所就请环保署来协助，头一遍来回收塑胶布棚，希望会使来解决污染的问题。南投县溪池乡是菜市重要的产区，农民为着种植大量使用塑胶布棚，一当生产13吨的废弃物，要安怎处理这个布棚，有影互人真头痛。哦，吸水真头痛，系哦。系啊，啊唔及你臭
做袂利啊。人歹受安尼。都是安尼咪，安尼足烦恼的。为着要甲塑胶布棚处理好势，避免污染，保护环境，市地乡公所请环保署协助，委托公司派车办理回收的工作。那我们也希望说，因为之前农民不断的呢都会私底下自行处理，那这个会导致一个环境上的一个污染。那我们希望说借由这一个示范点，希望未来能够推展到全台湾。不过塑胶布棚若带涂刷、手机都无符合标准，布棚爱清洗、回收，搁再利用的品质才会好。合格的话，就是里面不要有含沙土，就是尽量就是让它是清洁的，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说，如果是掸起来，很明显就有那种什么枯枝落叶掉出来的那种，就是不行。环保署委托公司派车回收布棚，拍算一档收2摆。乡公所甲农会表明，因会拍拼宣导，继续回收农业废弃物，友善土地，保守环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年屏东东港的芳粿佮芒仔粿收成真好，品质嘛真好，价值嘛袂歹哦。真侪农民是拢使用友善种植方式，希望互大家使食个又个甜不不又个安全的水果。吃起来就是很爽口，而且是甜味够，吃了吼，那个芳味拢造出来，真的是有哈味的哈密瓜。港的油芳粿、芒仔粿当钓时，食起来芳个甜，嘛真油。东港农会推出友善耕作，辅导农民种植兼顾生态，真安全佮好食的芳粿。尤其今年雨水少，适合粿仔生长，唔但品质好，产量嘛加要2成。今年天气啊，无好啦，我种了再配合这天气也无好，安这时拢修成开来，加炒2成，有产加炒2成。靠天公食饭啦！东港的地势算较低水，土内底有真丰富的微量元素，而且秋天的时阵雨水少，真适合来种粿仔。即卖嘛有农民大忙式，就是要种品质较好的芳粿。农粮池、改农场，辅导这农民呢，对这洋香瓜来推广咱本来呢，拢土出土的咧，怎已经有这个忙式的，有诶无？这选过出来呢？在全国这边遮吼，会当讲政府会当讲会当讲推销咱本地的特产，安这粿会当讲互农民大家会当享用。大家拢知影，东港有渔业三宝，即马农会嘛要发展农业的品牌，除了莲雾、稻啊、甲红豆，嘛要拍拼，互更较侪人知影东港的芒仔粿甜不不的好滋味。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南投德山有一位工艺家苏素林老师，伊定定是甲一寡单位合作，用竹仔做出真特别的艺术品哦。今年伊嘛用竹仔编出200土地公佮土地婆的话哦，会伫2020南投的灯会来展出，互大家是真期待。大部分灯会会场拢是用安东线做骨架，佮用布包伫咧外口。但是南投德山有一个苏素林老师，用竹仔编做一座特别的花灯。今年伊特别甲德山电工所合作，用竹仔做大型装置艺术，要来布置2020南投灯会现场。接了2个牌楼的部分啦，设计一个比较不是写实性的，但是有带到主的那个意象，有一公一母，要呈现一个幸福的氛围。因为每年是7年，伊设计2只鸟鼠，一只拍咧，一只徛咧，2只小对象看起来真古锥。另外，伊阁利用传统的竹编技法，设计200土地公、土地婆大型平面竹编图，要来配合指南宫的花灯。它其实比较难，是因为我要配那个图面啦。那我是用12条2，12条2其实是干妈灰，干妈灰是咱足传统的竹编。为着让灯会气氛更较活泼，苏素林老师设计要做少年版的土地公、土地婆，甲2只幸福的鸟鼠做伙展示，要让灯会青春快乐、幸福满满。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真侪汽车后壁的慢毛会加装后雾灯哦，也毋过所以造成伫后面驶车的人是真插目。警方是表示，这其实是违法的行为，若属妨检举，上侪会使罚1800块。明明无落雨，也无大风，天气真好。暗过头前修路车伫国道开后雾灯，互后边驾驶足插目的。亲像安尼后雾灯，袂少拢是装伫当啊车顶边啊，或者是后边慢吧。暗过警方表示，家己加装已经违规，依法应罚钱。
如果说有检举，或者说我们依规定的话来做给花的时候哈，依照道交规则的16条要处新台币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的一个罚款啊，并有通知有那个南投监理站来回做车辆的一个检验。南投警方表示，因为无正确使用车顶，被检举的平均每个月有10外件，其中2到3成是无正确使用后步顶，确实是家己违规加装后步顶，或者是将后边万把的反光片改为后步顶，已经违反道交管理处罚条例16条，应开罚900到1000以下罚款。另外，除了道路甲起步无正确使用步顶也违规，应罚1000字以上3000以下。汽车技术承认真一人加装是为了好看，有的是为了好看，有的是为了说可能就是因为它一个反光片，你除非要有很蛮近的距离，你灯光照射到它才有反光的效果，那你远的话根本就没有效果。汽车技术表示，为后步顶虽然伫万八下平，按过新过光也是影响后平赛车人视线。改装其他色水也可能会罚更较重，不止影响检车，影响道路安全，后果更加严重。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交通部拍算要有条件来开放大型车职业驾驶人的年纪哦，为65岁放龄到68岁，也毋过会阁用愈较严格的体格标准哦，来保障行车的安全。台湾政治个人化社会加上立院通过个人就业促进法，交通部研究有条件放宽大型车职业驾驶驾照年岁上限，为65岁放宽到68岁。规划适用对象有行驶固定路线、行车路程较短、限制逐工上班工时这条件之下。货运产业交通用的游览车甲客运等，考虑安全风险悬，会采取更加严格体检标准。它会有相关的各项措施哈，包含了驾驶人的体格检查的话呢，我们现在会用比较严格的一个体格检查的标准，包含它生命指数认知的一些检测的测验哈，这项目是很严格的一个标准。对交通部考虑放宽个人职业驾驶人的就业会数，交通学者认为重点是把关的检查标准按严格，才保障用路人安全。就是说，你到底是为了就业的考量，你认为就业的考量比较重要，还是说交通的其他人、大家用路人的一个安全比较重要？不能说以岁数当作是一个唯一衡量的标准。观光学者认为，近年来政府一直要求游览车驾驶时速等的部分，相信延后驾驶会速，未去危害旅游安全。这个车子的驾驶的时间限制是更严格了，然后在车子的装备上面，现在也都要求要很安全的措施这一些现在也都有加强。所以其实那个司机在开车上面的这负担，其实是比过去是来得小多的啦。交通部表示，配套方式会调向大型车驾驶，原则上限制计时时段，逐工的总驾驶时间以8点钟为限，连续驶3点钟，至少爱休困半点钟，才能确保交通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研究是发现讲，每天加食5支粉会增加中风甲直直心血管疾病风险哦。调查嘛发现讲，有3成的查甫患者，就算是着病，嘛是无解粉，所以死亡搁在中风的风险嘛会增加真侪。真侪人拢知影食粉对健康无好，不过有一寡人想要戒粉，却戒袂掉。如果哪一天咳得很难过了、很难受的时候，你就不敢抽了，就自然戒掉了。喝酒又酒瘾上来，又想抽烟，因为空档的时间太多了。根据国健署上新的统计，烟害是致使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原因，占心血管疾病死亡人数的17%。逐工加食5支粉会增加12%中风的机会，也会增加1.81倍治疗多发性硬化症的机会。进一步分析发现，男性心血管脱离的患者，伫咧急性发作了后，也有3成5的患者无戒粉，而且男性中风了后，也阁有2到3成的人会继续食粉，恐惊会增加心血管脱离死亡，阁有一摆中风的风险。抽烟的当下，血管就变得粘稠，长期来看，它导致血管的发炎跟破坏，所以血管壁就慢慢的阻塞，这个现象会使得它容易出现脑中风跟心肌梗塞。
医师表示，即摆有药物会当帮助解昏，只要解昏2礼拜到12礼拜，血路循环都会有真大的改善。解昏1年，心脏病发作的风险会减一半，而且国健署也开始甲台湾脑中风学会合作，鼓励神经内科医师投入解昏服务，继续追踪个案解昏情形，降低患者复发甲死亡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庆祝阿里山铁路通车107年，最近是举办真侪活动。另外，伫北北风灾崩甲真严重的42号崩坑会重新来打造更较安全的路线，按算伫111年的年尾会使全线通车。有路的铁路模型完整的呈现阿里山铁路的路线。阿里山铁路通车到即马已经107年啊！而因为北北风灾海起42号崩坑重建工程嘛要开始，准备以全线通车的目标来实行。那这条铁路是我们嘉义很重要的一条文化资产。那尤其现在在42号隧道还没有通车之际呢，我们来举办这个，也期待整条铁路在未来能够早日通车，串联起这样子100多年来的一个文化资产。42号崩坑环评的通过，互恁提问住处相当欢喜，所以伫今仔日107年通车纪念活动当中，嘛开始卖全线通车以后的未来车票，要互民众会当抢先来坐。做了1整年的环境影响评估，对于动物、植物、对于污染、交通、空气污染啊等等，通通都没有影响，所以这是全民所期待的，不止居民，不止部落，还有所有关心阿里山铁路的朋友都很期待。我们预计111年底全线通车。林体文住处表示，虽然42号崩坑放弃的范围只有55公尺长，但是考虑未来还会崩的可能，所以才会另外挖一条1104公尺的崩坑。相信42号崩坑的完成，对阿里山的观光会有更较好的提升。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来看今年76岁来自意大利的少女裴佳妮哦，伊这世人的青春拢放伫台湾的医疗服务，伊嘛捌得过医疗贡献服务奖，伫2年前嘛已经摕到台湾的身份证，今年嘛得到吴尊贤爱心奖，伊甲100万的奖金全部拢捐出去。咱做回来看裴佳妮少女对台湾的爱。我是天主教徒，我也是修道人。我的信仰是很宝贵的，我就想跟别人分享。好，生命早。裴佳妮少女微微啊笑，一透早就伫咧仁爱基金会门口迎接囡仔。无论天气好歹，伊这个温暖的身影已经陪伴这阵重度低能障碍的囡仔20多年。裴佳妮少女16岁，受到天主的感召，决心要服务善者，也有弱势的人。22岁，伊一个人为意大利来新德江浙乡投入关注民医疗服务，以护理师的身份照顾破病的人，高达50多年啊。2011年，伊摕到第11届医疗贡献服务奖。2017年，伊更加规划正做台湾人，摕到台湾的身份证。哎呦，拿到身份证的是最高峰的，我最高兴的，也很开心。我就把台湾的、手边的人都是我的家人。华语讲甲真流利的裴佳妮少女，就好亲像是专业的义母，看顾基金会内底100多个重度低能障碍囡仔的食食、健康，也有卫生等等。伊也费心思，用时间陪囡仔的家长，行伫咧这条艰难的路。我记得有一次，修女我要带孩子去桃园看精神科，新竹没有精神科，修女自己一个人开车带4个孩子去。你看30几年认识她到现在，所有的孩子健康，修女就是点点滴滴的很认真的在照顾我们。替囡仔做表演的服装，伊家己搭彩虹车。今年伊已经76岁啊，为自本正行去看到花，因为信仰的力量产生勇气，也加念名啊，替囡仔机会。那修女从来不会喊累，她只说有没有什么事再让我继续做。对我年纪算这么大了，我还有一些剩余的价值。你们尽量用吧，我要用到天主给我的最后一天，告诉我可以为你们做些什么。其实我们的这些孩子的还是跟一般的孩子都一样，需求的就是被爱。
今年吴尊贤爱心奖主审服务类颁予伊。裴佳妮收入讲伊要继续行伫咧天父替伊安排的路的，要继续奉献。伊即摆的奖金也要全部捐予基金会，互即阵比人走较慢的天赛有搁较侪进步的力量。记者洪敏珍、林玉水新闻报道。咱再来看台湾第一位棒球女性的主审刘碧君哦，伊自细汉就真爱棒球，伊嘛用实力来证明家己甲查甫人无啥物无共。今年伊嘛得到国际奥会女性体育奖的肯定。今仔暗时9点，台湾新眼界文化新台湾，就要来看一位棒球拍拼的故事。野球伫早前的传统观念是属于查甫的运动，伫当时查某若是想要拍野球、参与野球运动，拢会受到歧视，甚至被赶出去运动场。这对热爱野球的刘碧君来讲，是受到真无公平的对待。读高中的时阵呢，阮学校迄当阵拍迄个金龙杯吧、金龙旗啊，全台湾拢足侪球队成立，啊，阮学校嘛有成立。啊，迄当中我是想要加入啦，我嘛想要拍，啊，学校就讲无啦，迄无查囡仔咧拍啊咧，所以迄当中我就无拍。不过迄就是一个遗憾，你知无？我足想要哦，穿球衫去球场拍。想尽办法，互家己有接触野球的机会。伫野球运动一路行来真辛苦，嘛互刘碧君想要改变传统野球的印象。AIT 有送我去美国受训。啊，去受训了后，大家就讲哦，你做裁判足了不起的啊！你安尼鼓励足侪迄落查囡仔，你落马道安尼，敢若我做的代志，敢若算袂歹呢。啊，佫有法度，互咱台湾去互国际看到。所以我就了后，我就决定讲啊，我爱佫较认真。后了后，我就开始较积极嘿，较积极来迄落嘿来投入这迄落协会。还好吗？还好吗？举办体验营活动，无限制条件，只要介意野球，拢会当来体验看卖。是舅舅一开始先带我去球场，然后他就是那时候就是我就坐在拉米狗那边，然后之后我就开始觉得棒球很好玩。台湾女子野球运动推广协会除了有体验营以外，嘛举办国内外交流比赛，希望借由推广宣导，让野球莫受到性别的限制甲歧视，颠倒是一个任何人拢会当参与的运动。记者杨淑成、林凤明采访报道。来看咱个浪球的选手郭彬忠哦，顶礼拜伫2019年世界9号球的锦标赛摕到铜牌，即马伊的积分是世界第一，嘛是咱国第6位世界球王。台湾浪球选手郭彬忠伫2019年世界9号球锦标赛摕到铜牌，伊的积分来到23801分，超过德国选手，爬到世界第一，嘛是咱台湾浪球史上第6个世界球王。啊，那伫菲律宾浪球唔但会使为国争光，嘛是趁食手段。Dito sa atin no, walang tournament eh. Puro pistahan yung mga laro dito, kaya nababatak sa laro yung mga bata rito. Lalo na yung mga ibang walang trabaho, kundi magbilyar na lang, yun ang ginagawa nila ngayon. 65岁的李耶斯摕过70外个国际比赛冠军，或者在球迷认为伊是有史以来上届伟大的浪球选手。伊的故事嘛带动济菲律宾的少年人投入浪球的运动。So ayun ang ginawa kong hanap buhay, yung pagbibilyar ko. Siyempre, minsan may mga tao na mga kaibigan ko, gusto nilang pustahan nila ako. Sige, hanap kami ng laban para makipagpustahan. So pag nanalo kami, yun, puporsyentohan nila ako. Yun yung nagiging namin sa pang-araw-araw. 比亚杜对前辈卡波2017年摕到世界9号球冠军，嘛拍破菲律宾7年来拢无冠军的状况。啊，那今年38岁的艾米，嘛是为了改善经济投入浪球。Because of si Tatay Efren and Coach Django, they were able to give billiards a good image. Na it is a sport, and you could become a world champion, and it can be a career. 艾米伫今年的菲律宾东南亚运动会替地主摕到2个金牌。虽然经济条件较歹的社区，浪球台也是无平，不过即马菲律宾也是有几啊百万人投入浪球运动，希望透过比赛赚到奖金，改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香港支持反送中的民众最近开发一款共福香港的电玩游戏哦，游戏是透过虚拟实境来体验伫前线示威者抗争的行动，咱做伙来看卖。
香港反送中运动，街仔路常常咱看到规身躯穿乌衫、戴面具的示威者，甲警方抗争。即马有一阵香港人就做一款光复香港的电动，要互人体验徛伫咧前线的感觉。 The game centers on protagonist, an unnamed Hong Konger, as he stays in the front line of protest, resisting against the risk of being shot, arrested, and other kinds of police brutality. 这款虚拟实境的 VR 游戏，用第一人称的视角来演示威者。耍的人袂当攻击警察，只会当哪抗争哪避免红掠。因参考媒体报道甲网络，加上家己的經驗，設計出相像嘅情景。喺電視旁觀者咁樣，你見到嘅嘢可能好清晰啊，有好即係光暗或者你嘅視線係好明確。但係如果你去到前線之後咧，可能有好多不穩定因素啦，例如可能催彈啦。 或者可能隨時有警察衝埋啦。遊戲10月份推出了後，團隊要向遊戲平台 Steam 申請推出，也毋過無得到回應，懷疑防政治審查。較特別的是，這個遊戲無破關的設計，耍的人只有2種局面，紅掠也是調情，無就是一直抗爭落去。記者綜合報道。天氣方面，咱來看詳細資料。北部地區上低15度，上懸24度。 中部地區上低16度，上懸27度；南部地區上低17度，上懸30度；東部地區上低17度，上懸26度；華島地區上低14度，上懸22度。 感謝觀眾朋友收看今仔公視第2台的早起新聞，我是陳淑君，明仔載同一時間咱再會。